中法混血，中国旁边的台湾跟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混血，中法混血。好，请大家，不好意思，很冷啊，对不起，他比较有梗我要一杯，请促进部落产业，对吧？有卖衣服的啊，卖酒的，卖鸡排的，还有我们的 CD。好，那我们来听听看史密的小号。这个不好哦，请用宽容的心。对，要很宽容啊、因为连我妈都说，你小喇叭是跟我进口啊。我就跟她说，妈，她是2次金曲奖得主哦，然后最后我妈看电视很兴奋哦，因为电视上看到她，王健，史密斯哥嘞，是啊，然后说啊，妈，他很常上电视啊，不要惊讶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带来我跟史密的这首《送给自己》。